記者以前成日問我：蔡生，你呢個年紀點解仲可以周圍食就圍玩？望落好似乜煩惱都冇。我每次聽到都忍唔住笑。人活到65歲，邊有可能真係冇煩惱？只不過到咗呢個年紀，你慢慢會明白，日子過得好唔好，唔係睇你去過幾多地方，亦唔係睇你身邊有幾多人。真正緊要嘅係你識唔識避開嗰啲會消耗你嘅地方。呢句話可能有啲人聽完會唔舒服。好多人一退休最怕俾人話自己孤僻，朋友一約就即刻出門旅行，團一平就急住報名，健康講座一送禮品就覺得坐一陣都冇所謂。明明個飯局心入面唔想去，最後都係換衫出門，外人睇見會覺得呢個老人家生活好豐富，但我睇得多反而覺得辛苦。有啲熱鬧表面係陪伴，實際係折磨後生嗰陣。好多地方唔到你揀，為咗揾食，為咗屋企，為咗面子，心入面幾唔願意都要撐住。但過咗65歲，仲日日將自己擺入呢啲場入面，就唔係成熟，而係對自己太狠。我唔係叫大家關埋門過日子，人老咗更加應該出去行下，食啲自己中意嘅嘢，見幾個相處舒服嘅人。問題係有啲地方去完一次，身體散晒，個心又悶，夜晚瞓喺床上仲會問自己：點解我要去受呢啲氣？呢種地方再熱鬧都唔值得。今日我就當同老友飲茶，慢慢講一講。過咗65歲，有2個地方，我自己會盡量少去。你未必每一個都同意，冇問題。人生唔係辯論賽，大家坐低聽下唔同睇法已經好好。第一個地方就係天未光就要集合嘅低價旅行團。退休之後，好多朋友時間多咗，心入面總想出去行下。手機一刷到廣告，幾百蚊去幾日，包機票、包酒店，仲話送手信。見到名額有限4個字，個心就開始喐，好似唔報名就係自己腎底。我見過好多老友中招。有個朋友以前報咗一個泰國低價團，出發之前佢開心到好似小朋友旅行，仲特登買咗對新鞋，話要影幾張靚相返嚟。其實幾日之後再見佢，成個人灰晒。佢坐低茶都未飲一啖就同我講：蔡生，我唔係去旅行，我係去操兵。每日清晨5點幾，導遊就嚟敲門出面，天都未光，成車人已經俾人趕上旅遊巴車。啱啱開，佢想合埋眼補一補眠，導遊已經攞住支咪開始講產品：蛇藥、乳膠枕、寶石、燕窩，一路講到下一個拱門點。景點當然有去，不過每個地方都似打卡任務，落車影相，聽導遊吹雞，又再上車。你想慢慢睇一座廟，想行去街角買杯飲品，根本冇時間。佢最頂唔順嘅係團餐。所謂海鮮餐，啲蝦一睇就知唔新鮮，啲肉硬到似膠片，碗湯淡到完全冇性格。同行嘅老人家又唔想掃興，只好笑笑口，夾2啖算數。夜晚返到酒店，以為終於可以休息，點知導遊又話樓下集合，仲有免稅店行程。一去到店入面，氣氛比景點更加認真。職員圍住你介紹產品，導遊喺旁邊望住，大家都明嗰種眼神
你唔買，場面即刻凍晒。有啲人為咗快啲走，就買一堆根本用唔着嘅嘢。我個朋友返嚟之後病咗2日，佢同我講，最貴嘅唔係團費，係嗰幾日成個人都唔似自己。呢句話我記咗好耐。旅行本來係令人鬆一口氣，過咗65歲，骨頭、腸胃、睡眠全部都唔似後生嗰陣咁捱得。為咗慳少少錢，將自己丟入行軍式行程，返到屋企要瞓幾日先回魂。呢筆數其實好唔抵。我自己中意嘅旅行好簡單，瞓到自然醒，揾一間當地人會去嘅小店，食一碗熱辣辣嘅嘢。下午慢慢行街市，睇魚販開魚，睇賣菜阿姐同熟客講價。呢啲地方冇靚佈景，但有真正嘅生活味。我一直覺得風景唔一定喺景點入面。你坐喺街角飲杯茶，睇人返工、買餸、等巴士，嗰一刻反而最有意思。有人話唔跟團會唔會好麻煩？麻煩少少，唔係大問題。手機可以翻譯，路可以慢慢問。真係講唔通，笑一笑都可以過關。到咗呢個年紀，最怕唔係麻煩，而係將自己交俾一個唔適合自己嘅節奏。老友65歲之後，唔好再用身體去貪便宜。低價團慳返嗰少少錢，可能最後要用胃口、睡眠同心情還返出去。你試過呢種便宜但受罪嘅旅行團，可以喺評論區留一句，我都中過招。我相信好多人見到呢句，都會諗起自己嗰次俾人趕鴨仔嘅經歷。第二個地方就係販賣焦慮嘅養生講座。呢種地方依家真係多到嚇人。公園有人幫你量血壓，商場有人派傳單，街口有人送雞蛋。對方一開口就好親切，叫你叔叔，叫你阿姨，好似多年冇見嘅親戚。你本來只係路過，一聽到有免費健康講座，又有小禮物，心入面就諗，反正得閒，坐一陣都冇所謂。一入去場戲就開始，先做一個所謂檢測，手放上機器，燈閃，幾下佈局好快打印出嚟，上面一堆紅色箭嘴，望落嚴重到不得了。一個着白袍嘅人企上台，攞住激光筆講血管堵塞、骨質流失、腦退化。台下啲老人家本來只係嚟攞一盒雞蛋，聽到最後連呼吸都變得小心。等大家開始驚，產品就出場，幾萬蚊嘅床凳，話可以改善循環；幾千蚊嘅水機，話飲咗對身體好；仲有一盒盒膠囊，個名改到好圓，好似一食就可以清晒病根。最厲害嘅唔係台上嘅專家，係坐喺你旁邊嗰啲後生仔女。佢哋唔會惡聲惡氣逼你買，佢哋只會坐近少少，溫溫柔柔咁講：阿姨身體最緊要，錢花咗仲可以再賺。呢句話好容易打中老人家。人過65歲，當然怕病、怕中風、怕失智，怕有一日起唔到身。呢啲恐懼本來就喺心入面，對方只係將佢勾出嚟，再放大俾你睇。等你慌咗，佢就第一樣所謂可以安心嘅東西俾你。我唔係反對養生，身體有問題就去睇醫生，醫生開咗藥該食就食，定期檢查當然重要。但我唔相信一邊嚇你一邊催你即場付款嘅健康建議。真正好嘅養生
唔會嚇到你連飯都食唔香。人到呢個年紀，飯桌上嘅滋味好重要。一件燒肉，一碗雲吞麵，一杯好茶，未必可以令人長命百歲，但會提醒你自己仲好好咁生活緊。如果日日怕糖、怕油、怕肉、怕鹽，一坐低食飯就覺得自己有罪，嗰種日子就算好長，都少咗好多意思。我有朋友買過一張好貴嘅床凳，買之前對方講到天花龍鳳，買返去瞓咗2個月，條腰都係痛。仔女知道價錢之後好嬲，佢又唔肯承認自己俾人呃，只好話用耐啲先有效。錢花咗，身體冇變好，屋企仲多咗一場爭拗。好多老人家唔係笨，只係太想有人關心自己，有人記得你血壓高，有人問你瞓得好唔好，有人扶你坐低。呢啲小動作好容易令人心軟。盼局最厲害嘅地方就係先俾你少少溫情，再慢慢將溫情變成賬單。所以我見到呢類講座，通常唔會久留，有病去正規醫院，身體有疑問就問可信嘅醫生。唔好因為一盒雞蛋，將自己嘅恐累交俾陌生人。老友，我講句真心話，人到晚年心要定，日日俾人嚇，瞓唔好，食唔安，身體只會更加辛苦。如果你身邊有人差啲俾啲講座打動，或者你自己都曾經心動過，可以喺評論區留一句開心最養生。呢句唔係叫人亂嚟，係提醒大家健康唔應該靠恐嚇嚟買單。第3個地方就係怨氣太重嘅是非圈。呢種地方表面一啲都唔似壞地方，可能係一間茶樓，可能係公園入面一張長椅，亦可能係屋村樓下大家習慣聚埋一齊嘅角落。幾個熟人坐低點一齊茶，講下近況。外人睇落好平常，但坐得耐，你會聽出味道唔對。話題慢慢轉到人哋屋企，邊個仔唔孝順，邊個新抱難相處，邊個退休之後冇錢，邊個入院冇人探。講嘅人越講越起勁，聽嘅人個心亦跟住沉落去。你本來只係想出嚟透一口氣，返到屋企之後，反而睇自己嘅日子都唔順眼，是非。最麻煩嘅地方係會令人上癮。今日唔去，怕錯過消息聽得多，又以為自己睇透人情冷暖。時間一長，個心會慢慢變尖。仔女遲少少覆電話，你即刻諗起茶樓嗰班人講過嘅說話，覺得人老咗就係冇人理。65歲之後，最要小心就係呢種心境。身體有啲毛病，仲可以慢慢處理。個心日日發灰，日子就好難過得亮。我自己反而中意去街市，街市都嘈，但嗰種嘈有生命力。賣魚阿叔一刀落去，手勢乾淨；賣菜阿姐一邊找錢，一邊同熟客講笑。燒味檔入面嗰件叉燒啱啱切開，油光一出嚟，人望住都精神。呢啲地方唔高級，但會令人覺得活着好真。你見到每個人都喺度忙自己嘅生活，有人為2蚊講價，有人趕住買餸返屋企，有人嘴上鬧老公，轉頭又買咗佢鍾意食嘅菜。呢種煙火氣比坐喺度講是非養人得多。我唔係叫大家唔好同朋友聊天，老朋友當然要見，只係有啲話題聽完之後會弄根個心。
你明明冇發生乜事，卻帶住一套怨氣返屋企，咁就唔值得。朋友唔使多，舒服就夠。到咗呢個年紀，仲有一兩個人可以坐低講邊度有好嘢食，講最近見到乜有趣事，已經好難得。我唔怕一個人飲茶，我怕一班人圍住張台，講到最後大家都覺得人生好苦。人過65歲，耳仔要揀一揀，乜都聽入去，個心會亂。你將人哋嘅怨氣當成日常，自己嘅福氣就會慢慢變淡。如果你而家都想離開呢種圈子，可以喺評論區留一句：遠離怨氣，唔使解釋太多，懂嘅人一睇就明。第4個地方就係烏煙瘴氣嘅應酬酒局。後生嗰陣好多酒局走唔甩，為咗工作，為咗生意，亦為咗人情面子。對方一舉杯，你好難唔飲。一句唔飲就係睇唔起我，已經足夠逼你攞起隻杯。嗰陣身體仲頂得住。第二日飲碗粥，瞓一覺，勉強算過關。但65歲之後，呢種折騰真係唔划算。你個肝唔係以前嗰個肝，個胃亦冇以前咁聽話。夜晚喺飯桌上撐住面子，第二日頭痛、胃酸，成個人散晒，難受嘅始終係你自己。昨晚叫你兄弟嗰個人，未必記得你返屋企之後有幾辛苦。我飲過好多酒，真正令我記得嘅，從來唔係最貴嗰支，而係坐喺對面嗰個人啱唔啱。有時一小杯清酒，配幾片烏魚子，慢慢食，慢慢傾，已經好有意思。唔飲酒都得。沖一陣好茶，坐喺窗邊睇住茶湯顏色慢慢變深，嗰種舒服唔嘈，卻好耐聽。最怕係晒命酒局，一坐低有人講自己揸乜車，有人講識幾多大人物，仲有人將支酒嘅價錢講得比酒味更清楚。你話醫生叫你少飲，佢笑。你太緊張。你話今晚想早啲走，佢又覺得你唔俾面。呢種地方，我而家真係唔想去。後生時扮開心係生活需要，老咗仲要扮，就太委屈自己。真正當你係朋友嘅人，唔會用酒量考你。佢知道你身體唔舒服，就會叫你飲茶。佢見你攰，唔會硬拉你坐到深夜。咁樣嘅人，哪怕台上得一碟花生都值得見。至於嗰啲非要灌到人難受，先覺得自己夠熱情嘅局，就留俾仲想表演嘅人啦。老友，過咗65歲，要珍惜自己嗰副身體。你唔係怕死，係唔想將好日子浪費喺第二日嘅頭痛入面。我好鍾意一句話：人到晚年最好嘅面子，就係唔再為面子傷身。如果你都有嗰種推唔甩嘅酒局，或者你已經開始學識拒絕，可以留言一句：為自己活。呢4個字聽落簡單，真係做到，其實好有勇氣。講完呢2個地方，我想慢慢收一收。我唔係叫大家唔好出門，亦唔係叫大家將生活過得冷冷清清。人老咗，更加應該出去睇下世界，見下舒服嘅人，食啲自己鍾意嘅嘢。只係到咗呢個年紀，要識得揀。旅行呢件事，重點唔係走得遠，而係身體跟唔跟得上。養生如果令你成日心慌，不如先將一餐飯食好。朋友見完之後返到屋企，個心應該舒服少少。酒杯攞喺手上，應該係享受，
唔應該似還債。晚年最好嘅日子其實唔需要搞到好大。朝早瞓得好，出門食到一口合胃口嘅早餐，下午行一段唔趕嘅路，夜晚返到屋企，心入面冇一肚怨氣。咁樣嘅日子睇落平淡，其實好有福。以前成日覺得唔去好似唔好意思，後來先明白，推掉一個唔適合自己嘅地方，個心會鬆好耐。嗰個每次見完都令你唔舒服嘅人，可以慢慢少見，唔係絕情，係俾自己留一啖清爽嘅空氣。有啲局硬撐咗半世，依家終於可以放過自己。今晚瞓得安穩，比喺飯桌上撐面子實在得多。人老咗，福氣唔係身邊有幾多熱鬧，你仲食得落，瞓得穩，笑起上嚟唔勉強。今日想去邊度都可以自己決定，已經好好。人生行到下半場，最緊要唔係到處打卡，亦唔係每個局都出現。真正難得嘅係每日醒來，心入面仲有少少盼頭。有盼頭，人就唔會老得咁快。如果今日呢條片有一句話講中咗，你記得俾我一個 like， 你亦可以轉俾身邊啱啱退休嘅老友。好多人大概唔係唔知攰，只係一直唔好意思講出口。都歡迎你喺評論區講下呢4個地方入面，你最想遠離邊一種？係便宜但受罪嘅旅行團，係客人買產品嘅養生局，係坐完心裏發灰嘅是非圈，定係明明唔想去卻好難退嘅酒局？記得訂閱，之後我會繼續同大家聊呢啲晚年先慢慢睇得清嘅人生事，唔扮高深，唔灌雞湯，就好似老朋友坐低飲杯茶，講幾句真話。人生行到呢度，真係唔使再委屈自己，時間唔多唔少，剛剛好夠我哋好好過。